帶來新轉變新局面，多謝你支持，多謝晒。全靠有你嘅一票，我係3號維園阿哥，多謝支持，多謝晒。各位達善樓嘅街坊，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我係3號維園阿哥，11月6號全家投3號，為黃大仙帶來新轉變新局面，全靠有你嘅一票，多謝你哋支持啊！我係3號維園阿哥，多謝晒。各位街坊，早晨，早晨，我係3號維園阿哥，為龍上選區服務。達善樓、啟善樓、耀善樓、昌善樓嘅街坊，大家好，我係3號維園阿哥，增加區內建設，改善交通配套，多謝支持，多謝晒你，多謝晒，多謝晒。我係3號維園阿哥，多謝晒支持。所有龍上選區嘅街坊，毓民今日都嚟到黃大仙呢度同大家見面啊！毓民同我維園阿哥今日嚟到黃大仙，我哋等陣咧就會去黃大仙廟求下籤。即係我求嘅，就係求助於黃大仙，希望嫻姐會出嚟選舉論壇，因為好似工聯會就話會杯葛所有嘅選舉論壇，但係為咗選民嘅福祉，為咗選民着想，為咗大家嘅提問，我哋都依然盡最後嘅努力，希望嫻姐會改變主意，希望工聯會改變初衷，容許陳婉嫻姐出嚟同我哋公開辯論，進行一次公平、公正、公開嘅選舉論壇。咁所以今日呢，我同阿毓民都嚟到黃大仙呢度，等陣會落黃大仙廟嘅，咁就求籤，希望求到陳婉嫻姐唔好杯葛選舉論壇，俾啲風度，真真正正、堂堂正正走出嚟做一次選舉辯論。多謝各位街坊支持啊！嗱，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已經簽咗名，其實已經有過百街坊簽名要求陳婉嫻出席選舉論壇，但係依然不果。工聯會日前宣布不派代表參與任何類型嘅選舉論壇、選舉辯論，但係呢樣嘢對選民係非常之不公平，亦都係侮辱選民嘅一個決定嚟嘅。所以我哋人民力量呢度有我維園阿哥同埋喺我身邊嘅黃毓民立法會議員，今日希望盡最後嘅努力去到黃大仙廟求助黃大仙，希望求得工聯會改變初衷。希望求得陳婉嫻姐可以出席嚟緊嘅選舉論壇，同大家嚟一次堂堂正正嘅公開辯論。希望各位街坊都支持啊！嗱，大家如果想同我哋一齊落廟求籤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呢個團隊。等陣我哋喺黃大仙邊求完籤翻嚟之後呢，亦都會喺黃大仙上村農場中心呢度去啲食肆嗰度同所有街坊正面交流，亦都同大家傾傾偈、見面，爭取越嚟越多嘅街坊支持。因為我都知道初初嚟到嘅時候，可能大家都對我比較陌生，但係嚟咗大概1個月之後，啲街坊都開始認得啦，係嘛？多謝你哋支持。咁啊，越嚟越多街坊話11月6號都會出嚟投3號，我係3號維園阿哥，多謝支持啊！咁等陣我哋行程都會好緊密嘅，去完黃大仙廟求籤之後呢，就會翻到嚟農場中心同埋黃大仙下村嘅黃大仙中心，咁就去到各大食肆嗰度同大家見面傾偈。小朋友記住提媽咪11月6號投3號，我係維園阿哥，為黃大仙帶來新轉變新局面，全靠有你嘅一票，多謝你哋嘅支持啊！今日除咗有我維園阿哥喺度之外，有黃毓民立法會議員毓民呢都喺呢度同各位街坊見面嘅。如果有咩訴求，有咩要表達，有咩投訴需要處理，歡迎各位多多過嚟我哋呢度，我哋樂意效勞。一個卑微嘅請求，就係請求工聯會改變主意，陳婉嫻唔好杯葛選舉論壇。嫻姐，你資歷老道，何懼一個選舉論壇呢？所以我哋依家現正出發去黃大仙廟。請求陳婉嫻女士不要杯葛選舉論壇，堂堂正正走出嚟面對選民、面對街坊。多謝各位支持啊！我係3號維園阿哥，3號維園阿哥，多多支持，多謝晒你。喺我身邊有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今日毓民都嚟到同我哋一齊爭取各位街坊支持。我哋而家正去緊黃大仙廟，喺門外我哋會做一個簡單但神聖嘅儀式。祈求工聯會改變主意，不要杯葛選舉論壇。希望嫻姐可以出嚟，堂堂正正面對選民、面對街坊。我哋咧就唔係大家拜神，我哋係嚟做個求籤少少嘅活動，祈求工聯會
邊有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毓民喺度，今日都同我哋一齊嚟打打氣，同各位街坊見面。嗱，我哋嚟呢都係做一個好簡單但係好神聖嘅求籤動作，希望祈求到工聯會改變主意，陳婉嫻不要杯葛選舉論壇，堂堂正正面向選民、面向街坊，做一次公平、公正、公開嘅辯論，就係咁簡單嘅啫。我哋嘅要求會好卑微。所以嗱，各位街坊大家好啊，各位市民嚟到黃大仙廟參拜，各位善信大家好。我係3號嘅維園阿哥，係本區區議會選舉嘅候選人3號維園阿哥。喺我身邊有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毓民都喺度。今日同各位街坊見面，多謝支持啊，多謝晒。咁啊，係啦，多謝晒大家啊！希望我哋嚟呢就係有個好卑微嘅祈求嘅啫，就係祈求陳婉嫻嫻姐資歷老到就唔好杯葛選舉論壇，堂堂正正做個辯論，大家公開、公平、公正嘅一次選舉，做一次選舉辯論，唔好杯葛選舉論壇，為街坊出力係要用心，亦都要走出嚟，真真正正同大家接觸嘅。今日我維園阿哥喺呢度，我係3號維園阿哥，身邊有立法會議員，我哋人民力量嘅黃毓民，多謝大家支持啊！多謝各位商戶支持啊！我係3號維園阿哥，我哋今日特登落到嚟黃大仙廟，除咗我哋自己都有個卑微嘅祈求，另外就係希望同各位善信都打個招呼，同各位商戶都打個招呼。嚟到黃大仙選舉，都希望得到黃大仙嘅支持，所以咧今日都嚟到黃大仙廟呢度，同各位善信、同各位商戶、同各位街坊打個招呼、見面。我係3號維園阿哥，龍上選區黃大仙區議會龍上選區 H03 3號維園阿哥。咁咧，我哋亦都有個卑微嘅祈求，就係希望祈求工聯會改變主意，陳婉嫻女士不要杯葛選舉論壇，堂堂正正站出來，面向街坊、面向選民、面向觀眾，千祈唔好杯葛選舉論壇，因為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嘅選舉，政綱立場係越辯越明嘅，所以我哋希望爭取陳婉嫻女士不要杯葛選舉論壇，堂堂正正站出來。我係3號維園阿哥，各位善信、各位街坊、各位商戶，大家好，我係維園阿哥入良賢。喺我後面有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仲同啲商戶傾緊偈啊，毓民。咁啊，毓民會同我一齊喺度有個簡單而神聖嘅求籤儀式，希望爭取工聯會改變主意，不要杯葛選舉論壇。